来继续来看气象署今年度的预算，逢删减超过1亿，逢冻结超过3亿。气象署是真担心会冲击到天气预测的能力，因为逢删减的预算包括水电费，负责运算的超级电脑真正电，一旦用电受到影响，超级电脑就无法度稳定来执行了。结果，互国民党的立委来声明，讲气象署今年编列的预算，阁比去年加4000万。今仔日敢会落雨，明仔载敢会好天？想要得到答案，就要靠气象署内的超级电脑。气象署自去年开始采用第6代超级电脑，水平的解析度为3公里缩到1公里，可会当面对台湾复杂的地形。根据2023年11月排名，气象署的超级电脑是排第69名。那今年度气象署的预算逢台1亿外，冻结3亿3700万，因着点出气象预测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冲击。高速电脑部分，我们觉得在稳定的运行方面呢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数值模式的及时性和它的品质。那此外呢，我们在导入 AI 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急需要一些算力的资源。那这些算力资源呢，也会因为这一些冻结跟删除预算呢，会造成我们进程受到一些影响。气象署表示，逢台的预算就包括水电费，若是无法度提供充分的电力，就会影响到超级电脑的运作，就会致使到预测的能力走精。地方政府的决策出差错的机会卖提悬。我们气象署所用的这个高速电脑，第一，它的耗电量高；第二，其实高速电脑需要很高的散热，那也就是说冷气必须要开得非常的强。那这个部分如果受到影响的话，台湾整体的不管是地震的这个警报也好，或者是气象的预测，一定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。今年编列的预算比去年的法定预算多编了4000万元，扣除掉通山的首长特别费、出国旅费以及媒体宣传费外，我们只删了400万元。在经费增加的情况下，还没有办法执行业务的话，我会建议这样的执政团队下台。为天气的关切到地动预警系统的运作，嘛因为国较瓦群民众容易引发到关注，后续气象署会安怎来因应？预算敢有机会通提悬，拢正做焦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